在剑川县店南镇的龙门村，乳白色的羊奶在工坊里静静流淌，它们经过过滤、发酵、煮沸，在时间与温度的催化下凝结成絮，再通过细心分离乳清，只为留下那最精华的乳脂肪与酪蛋白。最后纱布包裹，挤压去水，一块块方正银白的羊乳饼便悄然成型。在当地，人们喜欢将乳饼切片，搭配当地火腿和甜白酒，一起小火慢蒸。出锅时，乳饼的鲜甜，火腿的咸香，还有甜白酒的浓郁米香，瞬间扑鼻而来。这是独属于剑川的味道。ยูนานลูกโคได้บว่ามิวชิบาเลย Good morning，云南。